大家平安。今天10月3日，我想现在很多人可能还在休息，可能很多人在做台风天的处置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依靠这个创造宇宙万物、这个自然自有拥有的上帝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来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因着上帝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就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因此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来请领受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恩典，也一起来敬拜他。因有上帝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就不害怕、不孤寂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。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泣。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。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立给予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泣。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。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立给予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疾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立给予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每一天当中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即使我们在经历了许多的风暴、许多的状况，在黑夜、在白昼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不绝望。在面对这所有事情当中，我们要将这些都仰望、交托在主你面前。在我们生命里面所遭遇的事情，在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台风，
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境况，我们都回到主你面前，因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不至于绝望。就像以色列一样，即使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主你不喜悦，你说他们不再是我的子民，然而主，你还是给他们一个盼望，让他们能够再次回到你面前。主啊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就是如此，你让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回到你面前。或许我们离开了你，或许我们得罪了你，你还是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认罪，来悔改。主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所行的每一条路当中，每一段路途当中，你都带领着我们，让我们经历有你同在的平安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你带领着我们，再次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10月3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第2章第14节到第23节。何西阿书第2章第14节到第23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所以我要带他到旷野，安慰他，赢回他的心。我要把葡萄园还给他，使灾难谷变成为希望门。在那里，他要回应我的爱，像他年轻逃离埃及时一样。那时候，他要再一次承认我，上主是他的丈夫，不再把我当作巴力。我要他把巴力忘掉，不让他再提起巴力的名。那时，我要跟飞禽走兽爬虫立约，叫他们不要伤害我的子民。我要毁灭弓箭、刀剑和地上一切的武器，让我的子民安享太平。以色列啊，我要娶你为妻，我要对你仁义公平，以慈悲不变的爱待你，使你永远归属于我。我要以信实娶你归我，你就认识我是上主。那时，我要垂听我子民以色列的祈祷，我要叫甘霖滋润大地，地就出产五谷、葡萄、橄榄。我要把我的子民种植在这块土地上。我要对不蒙爱怜的流露爱怜。我要对非我子民的说：你们是我的子民。他们将齐声回答：你是我们的上帝。今天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2章第14节到第23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，祈愿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每天当中领受着属天的平安，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也会看到在他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的，其实这就是一种信心，这就是一种从上帝而来的平安与他同在。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在看到何西阿书在这个先知里面，他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会有许多的愤恨不平，会觉得这样的先知为什么上帝要赐他这样的婚姻？为什么要让他看见这些？其实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也是如此，也会去思想，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去经历这一些？而这样的经历不尽然不好，但是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，就会有许多的抱怨与埋怨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一切？其实这也是一种功课。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是期待更好的婚姻，还是期待更好的上帝？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的思想。我们会觉得，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我？然而我们常常没有回来看，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上帝。所以在许多时候，我们也要回来反省自己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也回来看，其实我们一直在指责别人，为什么你这样对我？为什么你这样对我？但是我们却没有回来看我们的生命是怎样。我们常常站在何西阿的身上来看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到我们生命里面？我们何尝不是那一位淫妇的生命的情况？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也会觉得，我们怎么可能是那个样子？但是当我们整个看下来的时候，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不也就是沦落在那个境况当中吗？所以当我们在看第1章的时候，上帝跟何西阿说去结婚吧，然后跟他讲了一些，然后跟他讲，你第一个孩子叫耶斯列，是表明我记得耶户那时候的事件。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所带出来是我不再怜悯了。第3个是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了。而在这一个一个当中，我们也会在今天里面来看，其实从第2章的前半段、后半段也都会看，其实上帝并不是完全的弃绝他们。其实在第1章的后面已经写到，上帝并不是完全的弃绝他们，而是给他们一个盼望在。而在第2章的前面讲到说，你们的母亲不再是我的妻子，讲出了这许多的状况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很不喜欢听这些。当我们做错事了，我们根本压根不想要去看见我们所做这些事情，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，觉得啊，这是因为你才让我这样子的，都是因为你，就像婚姻一样，不管是男人女人出轨，总是会说都因为他。这男人在家里面就像木头一样，这男人在家里面根本不对我讲一句好话，这男人怎么样？男人也会讲说这女人怎么的，哇，在家里面很吵啊，等等，有很多这样的理由。我们有太多的这样的理由在当中，然后都指着说因为对方，因为对方。而在当中，在这样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，那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些问题？我们的生命有些问题需要来处理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前面在讲到有许多这样的状况，有许多这样的状况。然而，上帝的怜悯依然在这当中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所以我要带他到旷野，安慰他，赢回他的心，让他在当中再去经历到我怎么样爱他，我怎么样帮助他。在过去的日子是这样子，我到如今依然是如此，带他到旷野，安慰他，赢回他。所以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这样的对待我们，爱我们，也换回我们过去跟他的关系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去思想到，都一直看到负面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数算这恩典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也常在想说，我们要数算恩典，要数算恩典。当我们去数算恩典的时候，
你就会看见上帝怎么带领你，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。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昨天经文讲到说，这许多的恩典，他都说是巴力所给的。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在想要说，这一切的，是我们衣食父母给的，是老板给的，是谁给的？所以孩子也会觉得，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感谢上帝？也有很多刚信主的人会觉得，我这么努力赚取这些，为什么我要感谢上帝？然而在当中，也让我们去转移我们的眼目来看，在这一切当中，若不是有上帝，若不是上帝预备好给我们，我们所得的能够像玛拿这样子吗？能够像鹌鹑这样吗？所以这当中，我们遇到这所有事情，我们都会归功于自己，或归功于某人。而在当中，也让我们回来看，在这所有事情里面，是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努力的去得着，就像玛拿一样。我们会看到说，要不是我去多拿这些，你们哪够吃？但是我们没有看到，是上帝让玛拿降下来。所以在当中，前面讲到说要把它一切都拿走，讲到那一些食物跟水，讲到羊毛跟麻，讲到油，讲到许多的这些事情，让我们去看到，其实这也是上帝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从基础的生命需要，以及到我们冬天夏天所要穿的衣服，一直到橄榄油，到酒，到我们要献祭，让我们要保养身体，到我们要奢侈的过每一天的东西，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享受在当中。而在这里面，昨天也讲到说，因着我们犯罪，因着我们远离他，因着我们转移我们眼目，进到巴力当中，上帝要将这些都拿走，都拿走。所以前面昨天经文讲到说，要扒光他的衣服，让他裸露在那当中，也就是要将他上面上帝的这许多恩典都拿走，都拿走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当我们这些恩典都被拿走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些？所以许多人就很多的抱怨在当中。然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说：“我会将这些来祝福给他们，把五谷，把这许多的雨水都赐下。”所以把这些都拿走的时候，接下来他说：“我要把葡萄园还给他，把葡萄园还给他。”其实葡萄园是谁赏赐的？也是上帝啊。所以这当中也是看到，在这样经历这一些。过去所经历的这些，使灾难谷成为希望门。当我们在栽种葡萄的时候，在栽种许多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在等待着丰收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说要把葡萄园给他，要把这许多恩典再次的赐给他，使灾难谷成为希望门，让我们在经历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依然在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在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能够回转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这一些。然而并不是因为在当中人与上帝的交换，而是上帝看见他们，上帝希望赐下这美好的福分，再一次的让他们来领受这些，再一次的领受这些葡萄园的时候，再一次的领受上帝的恩典在当中流露在这里面。所以在那里，他要回应我的爱，像他年轻逃离埃及时的一样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生养众多，原本只有70几个人进到埃及，过了这么长久一段时间之后，数百万人离开埃及。所以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，只有70几个人；离开的时候，却有数百万人。而这个过程当中，也就像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生养众多，接下来慢慢的要走向下一步。所以当他们年轻的时候，当他逃离
埃及的时候那个情况，上帝爱他，上帝祝福他。在过去的年日是如此，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盼望，有这样的恩典。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，回应上帝的带领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，上帝也是用这样美好的祝福给我们。其实很多人也很软弱，也是在当中因着这许多的祝福才又回来。而在时候在讲到说，那时候他要再一次承认上主他的丈夫不再把我当作巴力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人真的很软弱，都要去看见眼前看得到这些。去拜偶像也是如此，常常是需要去看见眼前我看得到的，那看不到的我怎么信得下去呢？所以都回去拜那些看得见的。而在这许多的状况里面，我们也去看，在这当中上帝是如何的带领，如何的赏赐给我们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情况里面，似乎上帝又要再一次的与我们重新立约。在过去那一些，或许人们已经忘记了，前面的一段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，所以在当中开始出走，在当中迫害了前面的约。而这许多的状况里面，我们看到当人们不再记得前面的约，前面上帝透过摩西所带来的这些不再看见的时候，上帝与人再次立约，再一次的回归这样的身份，再一次的成为以色列的丈夫。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到现在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，用婚姻来看待上帝与人、上帝与教会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所以在新约里面也蛮常有这样的比喻的方式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这样要再一次的跟我们建立这美好的关系，也就是要再次的赐福在以色列，赐福在我们当中，再一次的要建造我们与他的关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上帝要再一次的来祝福给你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他？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不是成为一个替代品，也不是去觉得这个人是另外一个。这边讲到说，不再把我当作巴力，不是把我当作另外那一个人，不是在当中但是又拜另外一个神。之前我们也讲过说，有些人到教会来，他只是把这个神的名字换掉而已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变。所以在当中讲到说，那我要他把巴力完全忘掉，不再提起巴力的名。其实在当中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用了40年，让他们把过去的那一些埃及的东西把它放下来，单单的仰望上帝。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我们可能就像有些人在讲的，要完全的依靠上帝，需要进到第3代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有可能就是这样子，让我们将过去那些遗忘掉，那些放掉，而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恩宠、上帝的帮助与带领。因此当我们在这许多情况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思想的是，上帝要怎么样祝福在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。上帝要重新给我们立约，上帝要再次的祝福，你要不要来领受？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，其实慢慢的我们也可以，其实也不尽然是慢慢的，我们也可以开始就不再去提过去的。就像是我们陆续有弟兄姐妹去参加1万的营会，
在伊万的营会当中，其实我们有做了一个，也就是许多人过去可能跟过去所拜那些神有一些连结，而在当中在营会里面把这些都写下来，放在祷告当中，让上帝将这些来断绝掉。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这样子跟其他的神的连结，上帝也要我们将这些来放下来，来断绝掉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上帝也要跟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，而这新的关系，你有没有愿意这样子来重新建立起来？在这新的关系当中，上帝要让我们来领受这一些，你愿不愿意来承接这一些？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祝福要临到我们，你要不要来领受这样的祝福？而在当中，你要把过去的那一些来放下来，不再去看以前那一些。就像我们在讲的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为新的人。所以我们不再去提过去的那一些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所以也不用再去提过去所拜的那一些，单单的依靠上帝，单单的跟上帝有这美好的连结。所以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要遮盖在我们当中，要保守着我们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讲到说，那时我要跟飞禽走兽爬虫立约，叫他们不要伤害我的子民。所以上帝跟这些立约，其实也可以说跟这些下命令说，你们不准伤害我的子民。所以这状况里面也很像是我们之前读了尼希米里面在讲的，当城墙建立起来，当很多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也让这些飞禽走兽爬虫不再去伤害。然后他说，我要毁灭弓箭刀剑和地上一切的武器，让我的子民安享太平。所以在当中，在飞禽走兽的层面，上帝要保守我们；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，上帝也要保守我们。所以在当中这样的状况，不也就是回到类似以前的伊甸园的情况吗？人们住在伊甸园当中，而且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所有动物，人跟所有动物都是和平相处，人不伤害动物，动物也不伤害人，而人与人之间呢，也没有那种互相伤害。所以在当中这样过程里面，似乎又回到以前伊甸园的情况，有着美好的互动，上帝的保守祝福在这当中。因此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祝福着我们，让我们回到跟上帝那美好的关系里面。因此他命令飞禽走兽爬虫不能再伤害我们人，而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伤害的东西也要消失不见。其实我们常常看的是弓箭、刀剑、武器，那我们的舌头呢？其实许多时候对人很大的伤害，过去好像是战争，但是现在呢，有许多是在舌头当中的互相的攻击。所以当我们不再有刀剑的互相伤害，而我们舌头当中如果只有回来赞美上帝、敬拜上帝，而不再有那些咒诅恶毒的话，那这当中也就是另外一种的太平，另外一种的平安。这也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讲的，让我们在当中雅各书里面说，舌头里面赞美跟诅咒的话语都在吗？那这带出来会是什么？所以当我们不再有那些咒诅，不再有那些恶毒的话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上帝，单单的只有那种敬拜的言语，
而在当中人与人里面就能够去享受上主所赐的平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期望你生命进到什么样的境况？所以上帝要赐下这美好的恩典给我们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接下来这边在讲的是以色列，我要娶你为妻，我要对你仁义公平，以慈悲不变的爱待你，使你永远归属于我。这是不是也在对你讲？是不是也在对我们教会讲？上帝要这样恩待我们，上帝要这样祝福着你，要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仁义公平。所以他说：“我以信实娶你为妻，你就认识我是上主。那时我要垂听我子民以色列祈祷，我要叫甘霖滋润大地，地就出产五谷、葡萄、橄榄。”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，当所罗门他献殿的时候，其实他也祷告了上帝说，让上帝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向着耶路撒冷，向着圣殿祈祷的时候，愿上帝聆听我们的祷告，不要转头，不要掩面不听。而在当中也看到说，那种甘霖滋润大地，地就出产五谷、葡萄、橄榄。就是对应在前面在讲的，上帝要将那些都拿走，要让这个淫妇裸身而出。前面在讲的说，那所赐下那些五谷、雨水，所赐下这所有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。而在当中再一次的让人们去看见，甘霖滋润大地，出产五谷、葡萄、橄榄，都源自于上帝，都来自于上帝所赐下的，都来自于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献上感谢。当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感谢上帝的赏赐；当我们在过感恩节的时候，也感谢上帝的恩典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现在似乎台风来了，下大雨。而在当中，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在台湾去经历了四季，经历了各种情况，有大太阳，有下大雨。当然，我们也求上帝不要因着大太阳或者下大雨或者台风带来许多的灾害。而在当中，我们也看到因着有太阳，因着有雨，因着有许多不同的季节，我们领受了那美好的恩典。当我们有下雨的时候，我们不缺水，在灌溉，在各层面，我们可以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。而当我有阳光的时候，也不至于太大，有阳光也能够带出这植物的生长。人也需要阳光，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所出产的五谷，这五谷让我们有得吃，让我们有得穿。这葡萄也可以做成葡萄干、葡萄酒，橄榄可以做成橄榄油。所以就是人生命里面包含了食用的，包含穿的，包含保养的，包含敬拜的，包含在生活当中所需的，上帝都供应。所以这边在讲的，也就再次回应到前面在说的，当
上帝跟何西阿讲你要生3个孩子的时候，所带出来的是上帝纪念他们过去的这一切，以色列当中所带出来的杀戮。第2个孩子所来呈现的是不蒙怜悯，第3个孩子在说的非我的子民。但是回转，上帝让这些土地能够再次的产出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。第2个再去讲到说，我要对不蒙爱怜的流露爱怜，不蒙怜悯的要领受怜悯。第3个讲到说非我子民，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的3个孩子是有它的意义在，虽然这孩子的名字所呈现的是那一些，但是上帝也在说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我不只是要惩罚而已，我不只是要离弃你们，我不只是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其实他又在呈现另外一个层面，也就是说这块土地我要祝福这块土地，让这块土地是丰硕的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这当中我不是不爱你们，而是你们要继续领受这些怜悯，而你们也依然是我的子民。所以在这当中也再次重新立约，去经历这一些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祝福你们。最后他们说，他们将齐声回答，你是我们的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也看到我们生命似乎有时候也进到旷野，在当中离开了上帝，经历了许多上帝的惩罚，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也在组织里面在讲的，其实这也是一个重组的机会。在一个组织有可能会走到一个很低谷的时候，然而再次的有警觉，再次回来一个重生的开始。以色列人他们走到了很谷底，而在当中也要去经历的，也就是这样重生的开始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里面有很多次小重生，但是他们没有把握机会，他们又继续沦陷，继续沦落下去，一直到这个国家被灭了，一直到尼希米那时候的重建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似乎也常走入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有可能也要进入到那个状况里面，你需要去重组。而这样重组的时候，其实上帝也跟我们说，其实我没有忘记你们，我没有忘记你们。在这流人血之地，我要让他再次长出恩典来。你们所做的那一切我知道，但是我要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或许过去你们觉得上帝没有怜悯你们，没有爱你们，但接下来上帝要继续的疼爱你们，怜悯你。或许过去出走了，就像以前我所接触的一些人一样，他说那教会是我阿嬷的教会，是我妈妈的教会，我没有去过团契，主日学也离我很遥远。但是上帝也给这些孩子们一个机会，再次的回来的时候，能够再次的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，或许会有很多的不舍，会有很多愤愤不平，但是这当中也让我们去看见上帝的恩典就在当中。其实也要回来看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旷野，一直在以色列的国的状况，一直离开上帝，进入在那个似乎上帝已经离开，上帝的怜悯已经不在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了。然而上帝的恩典依然存在，上帝依然等待着我们。其实在这样情况里面，真的也让我们常会回想，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，
离开了，带了许多很好的恩典离开了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，带着许多的恩典离开，但这一切也不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，都觉得这是我们应得的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才会到最后才会想到，我何须在这边过如此的生活呢？何不回到我父的家里面去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有一段时间回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再次与上帝的对话，也在当中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疼爱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持续的要呼召我们回来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当我们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看到这先知里面的生命的状况。更重要的是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也似乎像他的太太一样。而在当中，我们或许也进到这位分里面去换人，把人换回来。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看见我们就像他的太太一样，一直在得罪你，一直在离开，一直在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在当中。或许我们也有许多的事情把人定罪了，流人的血，得罪了上帝。而在当中，也去经历到你不爱我们，你不怜悯我们的过程，甚至我们离开了，完全离开了，不再是你的子民。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也因着一些事件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你。但我知道主你的慈爱依然的与我们与这些人同在。你要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或许我们在许多情况当中受伤了，在许多事情当中似乎站立不起来，但主，我们愿意再次的回到你面前来，去经历主你的慈爱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的爱、你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，你的怜悯没有离开我们，也愿主你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那些罪，不再看我们过去那一些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面前来，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主你的祝福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家中，领受你的恩典，领受你的爱。你要继续吃下这许多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再次的回到你面前，就像是小儿子一样，回到你的家中的时候，这父亲再一次的让他穿上他该穿的衣服、鞋子、头冠、戒指、权杖，恢复他原本该有的身份。其实这样的身份一直没有离开他，这样的身份一直没有离开我们，只是我们离弃了你，我们撇下了这一切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认我们的罪，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，求你饶恕，来到你面前重新立约，重新建立与你的关系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教会，将我们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手中。或许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难堪的事情，但是也都让我们向你敞开，单单的回到主你面前，再次的与你立约，再次的跟你建立这美好的关系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所摆上的。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忧伤是你共泣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。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就永
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。欢笑是你同行，忧伤是